是，是，不用，不用。有的習慣不是一下的改變，有的習慣不是一下的改變，有些習慣不用一下子改變，有些習慣不用一下子改變。南西英強用板講，有的習慣不是一下子改變，有的習慣不是一下子改變。不是花動多時間完成，不是花動多時間完成。你不用花很多時間完成，你不用花很多時間完成。南西英強用板講，不是花幾多時間完成，不是花幾多時間完成。不是有壓力，不是有壓力。你不用有壓力，你不用有壓力。今日的考場習慣篇就到這裡哦。我是主持人Sing嘅，希望大家都會繼續收聽客家用路學院，有更多精彩嘅考場哦。有限章來了，拜拜。